即马一寡病院拢有推出远距离照护的服务。台大病院阁有甲中华电信合作推出智慧语音的系统，患者会当打电话来讲家己的身体状况，由病院这边配合 AI 系统来分析，会当预测患者需要急诊的几率，准确率有到89%。脚肿起来会痛，进前有食来世蟹，不过这2礼拜无食。 系统判读该病患目前急诊风险为90%，建议尽早介入治疗。护理师伫电话内底听病人讲家己的状况，电脑系统就通倒转换做文字记录。这是台大病院的智慧语音急诊预测系统，会当分析病症，协助护理师做出及时的判断，敢有需要随去急诊，会使量早治疗。它这个可以协助这个护理人员来判断这个病患的状况，这样软体已经知道这个病人的状况有一些异常的状况。如果假设这个护理人员没有那么刚好那么小心有看出来，这个时候给他一个提醒，那就双重的保障，可以作为一个就可以提高这个整个我们照护的安全性。这个语音急诊辨识系统是台大病院甲中华电信合作的。 系统听有台语、华语、英语，目前有对台大湾固照护中心收集54万通200点钟的个案访视内容。台大智慧医疗中心也表示，系统会照患者讲的身体状况去预测2礼拜以来可能会出现急诊事件的几率，准确度大约是89%。怎么样从这个对话过程里面知道他未来到急诊的风险？ 然后当然也包括了他在整个生理的这个资料上面综合起来做一些判断。台大病院指出，会当缩短个案管理师判断病人治疗方式的时间，若是配合病院提供的仪器，在远距离的照护，就通随时监测健康的状况，降低死亡率，减少病人急诊就医的情形。病院望透过现代科技的帮助，让患者通有较利便的医疗方式。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